这把这几天的话，作为澳洲和马上赛季经历变得推升受到奖金之外，更多呢我跟你说讲的意思，咱们这电路这边组织那边干了些，所以我抓紧把这那一块的，让给台湾路上现在是业务的话，这个业务的这个咱们都有加快我们市场了，其实也是怎么去面嘛，那你这些你的我什么这些商业大家都在台湾嘛。7、8年多了，就是俺们早要这往市场了，大吧？对这些更多嘛，我春天市场了，你秋天干了，所以特别加快的。你的这些收获啊，单品化的更多，那么就马上就是亚新马新的，别请你把这边这都小花文化，不解决先把根本你去这边把做些吧，那啥把你这个会做知道的说我们知道，这个我容易做的啥有这个不。现在今天我找这块地，所以这个就现在你这也是让你叫我干嘛去？现在什么？节目知道嘛？对，多多是人们的家庭，我就是个嘛的，也多他给这人什么就多人我多他给这他。